相信以后分享收看客家新新闻，我是纪丽玲。以下是下晝1點，歡迎鄉親朋友呢，今比平常時參前1點鐘，聽下來關心國內嘅疫情進行動態。講到話，今比讓我參前1點鐘，指揮中心我來開記者會呢。我想我請主要卻因為今本日開設記者會過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所有嘅指揮人員呢，也都停定就愛下南嘅，今比愛去到哪呢？今比愛去台南。就因為亞下呢指揮中心也擺防疫所有國家肯定，故做亞下呢城市中還有按多位指揮官員家頭，等等有按個人氣，全台灣都希望家頭呢做得許多地方，唔但香港先頭防疫以外，咪做得向下來變當地嘅觀光經濟。因現代鄉親朋友來看到，等家下呢，其實台南家下呢，愛去到哪呢？也係台南市長王偉在，佢鴉片呢就公布出，今邊呢佢愛帶定城市中韓國的指揮團出愛去到哪？先來豐台地位來看，結果亞中普總韓國防疫5日天，今邊就愛去台南嘅。佢當然咯，鄉親朋友都知，今邊台南也嘅唔但搶平常時頭呢，就會有當道嘅小食文化。看到王偉在嘅面書上鴉片就貼出來，今比嘅路線圖，佢就講今比呢愛帶定機器搞一個吃醋船，韓國嘅傳統嘅玩家。第位都就講到，今比下晝差唔多4點40分，我先帶機器到台南當有名嘅當地嘅奇美博物館。接下來我去昂吉路，就是天先去國華街。韓國呢安部差唔多7點嘅時間，愛吐城市中韓國的指揮官員去是亞中吃醋船。嘛該用做亞中吃醋船啊？有啲朋友可能會想講吃醋船係是白費麼？就因為台南嘅小食文化按鬧熱，大家都知哦。故做120同佢19來食材冇按改，故做呢就安排一種像吃醋船，大家自家去夾，自家去托按嚟嘅方式，同時間呢就托按到各地嘅小食，將下同佢標啲作風，本家條呢自家來去托。故做差唔多對暗夜7點或一直到大概8點10分，天公爺還會繼續到其他嘅所在。韓國指揮中心呢，也下愛出來開記者會嘅，今邊嘅疫情很嚴嘅，來看啊。好，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好，谢谢大家仍然持续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今天的记者会，那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副指挥官，以及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召集人，都在我们的记者会场上。那另外还有出席的，还有我们研发组的副组长，也就是我们食药署的署长，吴署长。那在此外呢，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天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好。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病例那多了1位解除隔离，总共有421位解除隔离。那台湾这样还是一样本土我想是连续已经大概48天没有确诊的个案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在世界疫情仍然是很严峻今天也超过了600万人的确诊所以还是我们在边境上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今天我们食药署的署长也有来那昨天我们的专家也开过会议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食药署核准瑞德西韦的药品可以进来就是说治疗我们的重症的病人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吴署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因应新型冠状肺炎，台湾有必要储备治疗药物，所以我们也积极的跟业者联络。那厂商在5月25号，就是这个礼拜一送件，就是将瑞德西韦来送查验登记许可证的申请。那食药署
TFDA 还有药物审查中心 CDE 立刻启动审查。那我们在5月28号礼拜四完成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审查，5月29号召开专家来进行会议。那整个会议的过程，大家对这个药物都觉得有必要性。那决议的部分也有提到了相关下面的这些事项。第一是决议要以药事法的第48条之2规定，有条件的核准瑞德西韦药品许可证。那这当中我们讨论的包括有适应症，所以适应症是针对重度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症。成人跟儿童都可以使用。那依着尤其在儿童依着体重的不同，所以在剂量的部分会有所调整。那整个治疗的时间最长是10天。核准的条件也会要求业者必须要做的，包括上市以后的风险管理计划，而且必须要执行国内病患他的登录。那如果有一些新的临床试验的结果或者是资料，尽数都要跟我们必须要送署这边来做审查。那对于一些需要更新访单的，也要立刻来执行。而且我们也要求他们在1年之内完成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资料，因为目前其实很多临床试验都还在进行，但是它大概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可是有一些也因应着我们紧急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赶快的让台湾有这样的一个许可证。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在国外的情形，在美国它是在5月1号就是紧急使用授权给瑞德西韦一个 EUA。那日本它是在5月7号，他们也是一个特准紧急许可 （Special Approval for Emergency）， 所以他们这个都尤其是在日本，这算是一个临时的许可证。那台湾是在5月25号接到申请，5月29号我们讨论完，所以我们也是会给他就是一个许可证，有条件核准的许可证。业者在下个礼拜会领到这个证。所以以上先跟各位报告。好，谢谢职务署长。那张教授要不要给我们补充一下？好，谢谢。这个前面已经多次跟大家报告跟说明我们有几种可能的药物，那在国内也都在尝试希望争取有这些药物的使用。那包括这个瑞德西韦，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临床试验嘛，所以在昨天厂商提供的相关的资料里面，有一部分也是我们有参与的部分的哈。那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几种在被尝试使用的药物当中，大概瑞德西韦到目前算是比较一致性的初步的资料显示的都是显示正面的效果的结果。那虽然以严谨的科学立场还不是非常充足的一个科学证据，那不过为了防范万一我们有下一波的疫情，有其他的病人需要使用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希望病人有机会用到这样一个算是比较有疗效的一个药物。那所以这在昨天的讨论当中，那几乎所有与会专家都是支持，那就是应该先让他有机会进到国内被万一病人需要用的时候可以使用。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个病人的安全的问题，那也会充分的告知病人目前这个药物的状态，那然后在临床端才开始使用。那使用当中当然也有要求这个病人持续要监测他的肾功能、肝功能等等的这些是不是会有造成副作用的一个状态。那也使用的个案也都要跟食药署通报，那持续的监测它上市以后的一些使用的状况。那之后对这个一方面顾及病人的权益，那二方面也让病人有机会用到目前普遍认定最有可能是有效的一个药物了。所以以上也做一点补充说明。好，我们谢谢张召集人哈。那我们今天报告就到这里哈，看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TVBS 提问，想请教6月7号双铁拟恢复列车上推车贩卖餐饮，指挥中心针对这一点有同意吗？第二个是端午连假疏运啊，高铁的态度是拍板要停卖自由座，那台铁是说停卖对号车站的站票，但东部干线的运量恐怕会不够，是不是可以有条件的限量来卖站票？那第三个问题是，现在卖场可不可以开放试吃？那有没有条件限制？谢谢。那有关于6月7号哈，基本上6月7号之后，只要符合我们基本的防疫新生活的指引，我们都没有反对的理由。那至于那个量总量怎么样去做管制比较适合，那可能就是交通部跟双铁要去研议。那刚才是讲卖场试吃，卖场试吃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禁止过吗？好在我们的社区指引当初是有在卖场的试吃是有做一些禁止啦。那这一块可能可以再考量是。对，那在6月7号，我想要这样做卖场试吃的话，大概手部的清洁还有基本的一些注意的一个相关的距离，不要在那边咳嗽。所以还是回来都是在6月7号，我想都回来防疫新生活就可以了。年代一电视想要提问哦，关岛宣布6、7月开始会开放台湾人不用检验隔离就可以入境，那他们表示他们很欢迎台湾人去，但是指挥中心对于这样出境出游怎么看？那第二个问题是，陆军虎口装甲兵训练部在有传出说在约91坪的餐厅里面宣导活动，里面挤了600人，传出说国军几乎每个人都没有戴口罩量体温，有鉴于之前多木舰队的案例，指挥中心是不是会认为这样类似的做法有要改善的地方？谢谢。好，那第一个单一，我想未来大概有更多的地区跟国家都会就欢迎我们台湾人到那边到访或是旅游，那相关的检验设施各方面，我相信都会降到最低的一个程度了不过我相信这也是大家肯定台湾在防疫的成功，跟我们的台湾的社区的安全。那不过呢，在目前来讲，如果要去的话，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开放了那如果未来如果要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回来还是要居家检疫。当然还要看个案相关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对这些完全来开放，他们去大家去旅游，那回来没有做限制，大概目前是不考虑。部长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陆军的问题。对，我们会跟那个陆军来看，问问看那个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基本上当然是我们现在尽量把它解封，对于人流的管制没有。不过各个单位对于有相关的一个群聚，可能还是尽量把一个空间能够留得比较大是比较好。但在未来6月7号之后，我们也不会禁止。指挥官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有宣示说，他们要终止跟这个 WHO 的一些合作的一些状况嘛，那因为美国一直跟台湾算是比较理念相近的国家，一些来往密切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导致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并没有参加 WHO 嘛，也没有参加 WHO 会议，这相关的一些国际上的疫情的部分，会不会因为受到说美国它现在等于说是片面的，等于说是先停止与 WHO 的一些交往之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国际的一个防疫的状况。那另外来讲，要请问指挥官说，怎么看说，如果说美国不再与 WHO 有一些相互往来的状况，对台湾未来一些防疫的影响，以及指挥官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谢谢。好，这分作2个方面一个在目前的情况，因为在目前的既有的系统里面各地的疫情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都比较清楚所以大家我想在美国要退出世卫，我想还要看他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表示。那不过我们当然希望跟美国能够将来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那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区域上的一个防疫能够做得更好。那至于在未来，那我相信在美国如果真的退出了世卫，那世界可能还要再做一个建立一个大家互相能够信赖的一个平台，让未来如果有新兴的疾病的时候，能够更迅速的来反应。对不起，主官追问一下，如果说往后美国有意成立那个新的平台的话，那台湾也会积极想要去参与这个部分吗？我想，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当然会积极来争取加入。指挥官再提问一个问题，因为等一下你就要去台南嘛，来做防疫新生活的推广。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接下来6月7号去全面解封然后您这次下去来讲，会不会再多希望说，不管是地方或者是我们这边指挥中心，能够再去多做一些什么，让这个开放的状况能够更加顺利？谢谢。开放本身我想是会顺利了开放的本身，但在开放之余我还是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这建立我们这个防疫新生活，把它内化。当然我知道很困难这日常的生活讲起来是一些简单的习惯但是要内化，然后大家集体的行动那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未来在6月7号防疫新生活开始之后，我们还是会对社区这些健康行为，我们还是会做相当程度的一个监测那看看这整个健康行为的建立是不是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社区的防护网可以做得更好。那至于在南下当然就是在假日嘛我们也下去休息一下，那顺便也跟县市来交流。那我看他好像准备了很多怕这个礼拜回来肚子就变得比较大那黄市长一直说他的这衣服要没有扣子不过我肚子还没那么大了我只是怕吃了一些就变得比较大。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说，其实就讲一些题外话其实台湾真的是值得大家多走走了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到国外玩，但是我是觉得台湾真的有好吃的东西，那有好的人文的那好的景色其实应该把台湾在这个防疫的期间里面，我们要热活防疫那大家就先把台湾走透透我想是会比较好的好，那今天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你们这边是都没有要去的去的人都先去了吗？OK， 好，谢谢大家。指挥中心也下结束嘅近比嘅记者会，好消息有来嘅，近比有继续国内并无新增加确诊病例，不過也下國內累計確診本還係442，累計死亡人數73人，還有421人解除隔離嘅。古種呢也為復鋪嘅土黨哥繼續同大家講我繼續上網來做防疫新生活。係個基本嘅也嘅記者會結束過後，佢條櫃台青年呢就要夾3準時間愛下南嘅，佢條愛去到台南繼續來推動防疫新生活。家下呢也嘅陳時中今日有講到嘅，佢講也建議呢全台灣一內去，從先前呢就實施到新竹市11嘅壓強範。然後呢籌備一個客家新新聞咩等等指揮官，佢去到桃園嘅遠安五港，也就是全台灣當有名嘅客家五港，使嚟5年韓國呢來推動也嘅5業相關嘅觀光經濟產業，希望做到咩聽到安尼嘅公營系同當地嘅經濟觀光帶動起來。接下來呢，佢下週就會去到台南嘅天光夜同松柏嘅時節，佢哋又會經過台中，嗰度全台灣安尼就愛行到嘅。佢咪講所以希望講佢做到嘅，就希望同全台灣共下來聽數，佢咪同大家鼓勵愛做到防疫新生活，因為也部嘅大家關嘅研究都冇出去了，更怕講心情會受到影響當物質。佢講也下國內嘅疫情控制下來嘅，嗰種呢佢咪愛去推動提醒大家防疫期間
是爱做到个人嘅当好嘅个人习惯，还系做得行出去摸杯来挑戏来集权太次元。今日指挥中心呢出来公布嘅一则，也就系讲，随着示威一下来初步来开放俾大家来用嘅，家下呢小心人仲相信，今日要讲。一下开放过后，系讲要本平方来用，就会重分俾大家啲，也系希望爱保障重整平人治疗。故所呢使用数系准呢，随着示威嘅药品输入，也系兼比先前来公布到位。系讲呢就系讲接下来6月初7起时，全台湾就会有基金嘅当到嘅防疫规范，等等就会开放嘅。今邊呢，我帶大家嚟關心到嘅係客家新聞亞博嘅同亞禮拜當日推出嘅一線生機嘅相關內地報道。先來看到鄉親人當日呢，啲看亞嘅指揮中心記者會嘅亞嘅直播嘅時間，聽錯會看到亞雜，除嚟講亞片係指揮中心，亞片呢按到個人以外，從今邊呢，除嚟講亞本呢指揮官小心人，還講呢副指揮官同其他個人以外。今日使用數位亞嘅數種，今日來到現場。除了有亞53年抽的亞片以外，鄉親人會發現當日就會有數片會有一張研究，第二度呢就以咧數億元啲嘅大數年來翻譯，所以希望講要按充一位自信，來透過大數年本亞到自信資料，還講咧按到充一位事情，來傳他本談唔到嘅亞到鄉親。係講呢，對差唔多1年嚟就開始來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你就會看到其實也參美張開始嘅，先前呢也都數億元，也都起頭內呢，你還記得冇？我睇下一張圖要就係先前呢數億元係起頭也嘅做嘅，係講呢同也都指揮官員也都係後輩，不過因為有按呢嘅變化呢，先前起頭後輩。一下呢，起到頭前，起到一個研究度嘅，其實事實上呢，也都數億元，也都係起到一種做嘅，差唔多呢，天優素片嘅素材，鏡頭冇帶到，不過其也都其實係起啲鴉片，我可以就新嘅研究出嚟本呢，講也都起啲後輩，有當到嘅媒體啲做鏡頭嘅時節，鏡拍出嚟直接本日嘅鏡頭，收聽日嘅主角聽，故所出嚟冇從事到後輩嘅數億元。唔過呢，數年係國家語言，從亞嘅客話咪係國家語言，故所同按從太嘅宣布記者會，從有嘅內容而宣布本所有嘅國人睇中嚟第一時間，所有嘅國家語言也都愛從事，故所呢數億元先前嘅亞嘅數億嘅服務，係講呢先前客話係唔係要提供按呢嘅服務，就引起各界嘅關心。今邊嘅一線生機嘅報道呢，第八度就係同大家來講到。數年按重要，不過長期下來也嘅資源呢，係唔係要得到也嘅清潔檔嘅從事呢？帶來關係。有必要說重新回去看14天前的那些相關的症狀，都要把它 review 過之後，好才能夠解除隔離。但係下晝2點嘅武漢肺炎疫情記者會上，小兒反而然要按東樹落嘅大小兒搭配鮮白嘅表情，落公會人嘅意思落心情，反而本唐中人師弟而傳達提議性嘅風雨自信。聾人文化是什麼？就是用視覺語言，而不是用聽覺去汲取資訊。所以在中國的手語，它的那個新冠病毒，它的這個病毒的形狀是這樣子的。那在日本呢，日本他們手研究社裡面，手研究會也有研究出來，他們是這樣子，然後也是這樣打開來的，針對這個病毒的這個形狀。雖然小兒反而然的記者會嘅表現，本小兒受到注意，不過平時嘅新發度，除咗部分電視台啦會會偏袒，那行政人記者會，要小兒新聞也嘅翻譯，前到any衝突得到消息嘅通路，做啲講係完全看唔到小兒。甚至風雨廣告未需要有上百億嘅版本，因為嗰個唔係用母語來看，唔係用母語來輸入嘅訊息，個輸入嘅東西全部係一節一節的呀，冇完全啊。大家好，我係假日學習抒發先生，回到愛學識做好風日，而到台灣嘅呢啲國語學。大家冇注意到嘅事情，小兒人訂離婚自己來做小兒翻譯，42年嚟。佢老嚟透露，盡做市民，落家老公兩沙，強下落風雨廣告，反而做小兒人片，為唐中人士傳送風雨自信。美國911那2棟雙子星被那個恐怖組織
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记者去拍那个影片，不过太敢你忙底黑骂个事情啊，不说也没有字幕，字幕也是懂零散，刚好就有朋友蒙来讲，给黑没这个变魔术，把大楼变不见了。看查案的主播正在当下播报那条新闻，也都跟上下左右没有相关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一个聋人在用他的视觉去汲取资讯的时候，最不平等的地方，因为他如果说一样的传媒、一样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工具给听人跟聋人来使用的时候，聋人永远只能看到最表浅的大标题而已。住一種假點鐘嘅時間。到農民提走是否社會部生態慢至3萬件。日本人啊，客家菜啦，客家料理，尤其是許多南非。下擺個的翻譯現充未靠入屬於一個2年年歷，原本下會河到會都可能會督到。對電力分類講，下會係此時只有嘅母語，唔過曉案撒旦詳細世界聽阿美轉苗力加功夫卡張堂嘅多，所以會到外本之家要到會語嘅年歷，曉案到程度屬於人，都當手傾去學其他嘅會語。懂感苦，很多嘞。你看这个多标准，他念的超标准的。那如果讲客语的人越来越多，或打手语被看到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这个供给面背后就会带到你的需求面，就是你会让一般的主流社会看到，哦，原来讲客语的背后是一群客家人，有一层客家文化在里面。那你打手语的背后有一群聋人，手语由1-3年用，2-3年用，我们还是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你总唔得讲，你按 sale， 那就把这个语言就漠视了，我就看不到这个语言，总唔得按呢。小兒翻譯人嘅條路唔單強衝條技能，到背呢轉彎未動消耗精神。一般來講，2到30分鐘就會完人送衝。兩之前沒有看前度資料，補充此呢來應付現衝突發嘅情況。小兒人記得希望社會做啲從事安樣嘅專業付出，未做啲打幫安樣看到聽眾認識嘅 CQ。下個新聞只用盡網絡宣傳線特別報道。好。講到也第一權利，按照進一步來看哦，先前也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有數億元，其他條企業嘢對亞博嘅呢就有開始改變。按這個來講哦，先前一開始嘅時間呢數億元，其他條企業指揮中心按到官員嘅後背，唔過呢嘅媒體鏡頭啲做鏡頭嘅時間，有可能呢是會同重點並投入投錢嘅人聽，唔過呢投入嘅一天嘅鏡頭強低度呢，就有可能冇從事到後背語嘅數億元。過後就有人開始嚟討論，數億元也就談唔到嘅人呢，佢哋會第一權利同奶呢，將會有開始做法方有調整有改變呢。過後就係將會有一隻研究，第二度呢就係有呀特別係數億元1-3年聽，所以啲呀天時嘅方面鏡頭低度，本大家透過呀一隻研究，將做的同呀數億元佢哋大嘅數億看清楚來。也係做法方亞博嘅開始有調整。一線成績呢，繼續會帶鄉親來關心到，全台灣也下有71萬嘅義工，佢哋有第一權益，咪係當數到從事，係講亞嘅重態自信內容不對等嘅世界，佢哋兩位啲市內有乜嘅自信呢？來看，這個是我的，這個是中文的。對於你來到台灣4年變嘅，就讓同視頻共從上班嘅 boy， 會用了你嘅時間，以語講中文版學法語。平時佢調價，未揾那中文書本幾樣。Demi mencegah wabah penyebaran virus corona, Wuhan, China disarankan untuk para pekerja asing。小沙嘅題目紅，疊年法語，用語嘅風熱線圖，不會講下擺個中英為自家過來，也係透過調價落去講最新嘅消息。全部然後中這個給老闆說，然後老闆說給我講。因為翻譯到原本都冇乜數，不會係講上帝推翻嘅大細事情，未試做啲看原語嘅新聞。能粵片強龍係中文版嘅學生啊，蘇里對原語來到台灣10多年嚟，你有對應嘅屋卡做事，照顧行同5里片嘅老人家，呢個中文版都部分語音期間，老新聞並落搞彩戲，本語講學法語，未接受熱情嘅自信。
肌肉酸痛，基础的资讯他们其实都是够的，然后学生也没有特别的来去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可能口罩不够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有雇主或是还有他们自己其他的，可能像 LINE 群啊，或是 Facebook 他们自己的转贴。台灣嘅醫工人口以下已經要70億班沙，醫工人口前多嘅素材，從係突然時要40億班醫工人口，年東多嘅插頭，對防疫期間都要東南亞每呢嘅文獻也係公佈。Selama masa pencegahan epidemi, harap hindari bepergian ke tempat ramai, jaga jarak dalam ruangan 1,5 meter。有关于说健康的宣导，就是说哪边可以取得口罩啊，然后怎么买口罩实名制，那以及说要怎么样去做个人的卫生习惯的管理，这些我觉得都还蛮清楚的。比较细致，像是说隔离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到底能不能工作，还是说它的局限是什么？那雇主能不能够限制他外出这些？其实这方面的宣导，他反而不是很清楚。那有时候雇主他就会利用你这个不清楚，来让你的权益受到损害。打開勞動部跨過勞動力牽於名站，以公組織講，雖然名站實係目標用每呢個防疫專區，不過掂落去，還係防疫先生把源同規則為主。移工也非常害怕，所以他們都非常的小心的自主的健康管理。那反而是說，當他們因為雇主夾帶着這樣子的恐慌去剝奪他們某一些權益的時候，那種過度的防疫的恐慌的時候，那反而就會造成說，那這樣子他們的權益誰來保護？If I go outside, I talk to my mommy. I say, Mommy, I want to go outside to holiday. My mommy say, Okay, no problem, but cut the salary. 主公組織香港政府要前多檢測到法規，主要係翻譯英文為主，係講冇翻譯，就有關名站行公告，係會造成義工天資嘅損失。從係理下義工係講因為防疫政策，取消機票轉唔得，做啲現場補償。不過對名站行是要現場表，要翻譯做東南亞會議。這個翻譯有時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啦。那我們還是認為說，那個權益維護網站這個平台是非常重要，因為現在大概在台灣工作的義工幾乎也都可以使用網絡。那也有自己的手機，好，那所以我們在這個權益網站裡面的內容如何充實，的那個雙語翻譯的速度如何同步，這個我想我們未來會來做。睡覺都會抱着他嗎？男人挑間煙上半幾間煙公兒，蘇黎看起來當歡喜，不過講到對家鄉嘅性教，肯係目之攬間，強容少年夫卡煙嘅背，監督表年嘅半樣嘅相片，用實性講會。講到先白，不會用簡單嘅翻譯講，自家嘅挑家對佢當好。雖然會理下嘅熱簽，應客少咧，聊呢個加班未少咧。不過掠到另外個大病嘅艱苦老母奈何，貴妹都得幾輕鬆嘅笑容下，輕輕帶過嚟。客家新聞使用準數無線，機動突然報道。各族權、各語言嘅平等，只要大家向下來尊重，愛國嘅向下來重視。將我哋涵蓋到你哋報道嘅相關情形呢，歡迎向前做嚟上到 YouTube 平台上來聽一線成機2.0啦，就前面到所有也係你哋報道嘅相關新聞資訊呢。韓國呢，下日禮拜日時就係6月嚟嘅，一個客家新新聞呢會有新嘅模式。韓國因為疫情有客的，指揮中心嘅表示對6月初期日時，到時間呢，一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會留佢改做1禮拜。可以辦，希望鄉親朋友想我哋客家新新聞嘅新鮮資訊，你做得上到一個 Facebook 檔稿呢，添客家新新聞一個 keyword， 就佢咪就站過後就得嚟到客家新新聞，誒新鮮資訊。今邊嘅直播就到鴉片呢，希望鄉親向下來收看，天公9點半早晨向下來看報紙，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新鮮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